哦，鎮廠之寶嘅木梯同埋呢個千斤頂同時出現，就知道又係換機腳膠啦。咁究竟機腳膠點解要換？幾時先要換呢？我而家直觀咁俾大家睇睇。大家睇到啲油唔係加落去㗎，呢啲係液壓油，啲油係本身機腳膠裏邊嘅，所以我哋叫機腳膠，並唔係話只係兩嚿膠咁簡單。裏邊嘅呢啲液壓油呢，係起到緩衝、減震同埋隔音嘅作用。咁所以當你見到機腳膠或者係波箱膠已經坐低咗，甚至係好似而家咁樣漏晒油，咁就一定要更換啦。咁但係我哋作為車主，平時係唔會睇到啲嘢嘅，咁點知道幾時換呢？當你掛 D 檔或者 R 檔，又或者係喺等紅綠燈嘅時候，踩住個剎車掛住檔，感覺到車身特別震，而發動機嘅運行又係正常嘅，呢個時候9成9就係呢個機腳膠嘅問題。嗱，好似我身後邊嘅呢部 GLE 450呢，車主呢就係反映喺等紅綠燈嘅時候，感覺裏邊嘅車噪音好大，同埋震動感好強。咁過嚟一檢查就發現機腳膠已經流晒油啦。呢啲液壓油呢係起到減震同埋隔音嘅作用嘅。咁由於機腳膠嘅製造工藝呢係極為之複雜，咁所以我建議呢，更換機腳膠都係換翻正廠嘅，包括波箱膠。我係維修奔馳25年嘅彭 Sir，幫你慳錢整 Benz。